各位聽眾，你哋好，好歡迎嚟到我網台。今日咧就講咧阿 Sa 咁啊，主要係關心佢為主嘅。話說佢10年前咧就輕微中風，影響到發音啦，影響到唱歌啦。本來諗住退出娛樂圈嘅，咁關心佢嘅朋友，最後佢有冇退出娛樂圈啦？大家都知啦，冇啦。咁大家都知啦 ，Twins 全球演唱會大概喺2025年啊，好成功咁完成咗啊！阿 Sa 同阿嬌啊，咁啊恭喜佢哋啦！即係簡單嚟講啊，原來演唱會之前阿 Sa 係面臨咗呢個問題噶，立即睇睇啦，關心佢啦，好唔好啊？阿 Sa 失聲內容事件簿咁啊，標題就係蔡卓妍啊，即係叫阿 Sa 啦，手揭聲帶異常，遭名醫診斷輕微中風，話有名醫診斷嘅喎，咁啊瀕臨失聲啊，哇失聲咁危險咁嚴重，陷10年黑暗期，一度想退出歌壇。咁報道大約喺2026年4月14號到嘅。報道指出 ，Twins 於2024年順利完成世界巡迴，共36場演出啦。頭先講咗啦，咁啊阿 Sa 近日作客老友啊胡彥斌主持嘅訪談節目，佢啊首度揭心腸啊，長達10年嘅經歷往事，哇，好經歷喎，梗係啦。阿 Sa 曾面臨極度嚴重嘅發聲困難，好困難啊啲發聲咁啊，瀕臨失聲，令阿 Sa 陷入黑暗潮啊，甚至陷入咗黑暗期添啊！黑暗期啊，咁啊，充滿恐懼與自我懷疑，明白嘅，好恐懼同埋自我懷疑啊！我星斗成日都自我懷疑噶嚇，就算冇失聲，明唔明白啊？試過崩潰痛哭。一度想放棄熱愛嘅歌唱事業，哇唔好啊大佬！不過呢，我星斗都試過崩潰痛哭，就有超級崩潰同埋超級痛哭，因為我極度樣衰，一照鏡自然就會超級崩潰痛哭，明唔明白啊？哎呀，好慘啊，可憐啊咁啊！再加上甚至有時我都想放棄做呢個 YouTube， 因為爭少少就到1000，但係我諗過我班粉絲而家都600幾咯，堅持做落去，因為我吞翻我自己，唔可以咁自私，唔可以睇住個數目，我集中翻睇我自己而家嘅粉絲。現在更加確立到一個我都要珍惜，我曾經同自己講過，冇錯，繼續做落去就係呢份熱情愛心，粉絲嘅支持，留言點讚，多謝佢一直支持到而家。所以我繼續做落去，所以我好明白今日阿 Sa 究竟講緊啲乜嘢，佢想放棄呢個歌唱事業，我完全明白。咁留意翻阿 Sa 現年啊，2026年大約已經係43歲噶啦。咁報道呢度指嗰個接受胡彥斌主持網上訪談節目呢，係胡來酒店。咁一陣會俾晒所有資料大家，成條片我都睇晒啊！一陣會講下呢條片嘅，會介紹一下嘅，值得睇。咁啊，今集值得大家去聽一聽，就算因為我最尾介紹嗰條片呢，娛樂性非常之高，講埋個答案俾大家聽。今集如果有新嚟嘅朋友，記得幫忙訂閱啊！因為我最尾介紹嗰條片呢，你因為我去睇完啊，都會覺得聽完今篇值回票價。哇，星斗真係介紹得好啊，起碼都有呢個效果。好，介紹條片之前睇翻正文先。今集嘅戲肉就係我哋嘅阿 Sa，關心下佢，咁就報道再講。阿 Sa 咧就喺嗰個節目啊，頭先講個節目嗰度咧，揭發咗聲帶異常，遭名醫診斷輕微中風啊，可憐啊！咁啊，阿 Sa 深受聲帶受困擾啊，嗰條片咧大約10分鐘嗰度噶嚇，咁就曾求助胡彥斌啊，好朋友想揾咧聲樂老師改善唱歌發音。咁咧呢度睇到咧，阿 Sa 係好敬業熬業㗎，好中意唱歌。咁就問朋友仔啊，點樣可以醫翻好嘅聲帶啊？不停咁尋求名醫，想醫好嘅聲帶啊！大家留意呢一點。咁從呢個訪問中，我好欣賞佢呢一點嘅嚇，其中一點啦。咁就再睇落去，又四出尋醫，冇錯啦。咁啊，得知自己聲帶結構竟然與常人不同。咁大家就問啦，有咩唔同呢？佢就驚訝講，發出呢個 YIII 讀音呢。阿 Sa 條片就講係醫音啊，醫音嗰陣時呢就會點呢？聲帶呢就係明顯一長一短。佢嘅意思即係話發唔到一個正常嘅醫音啦，類似係咁樣啦。咁其中有一位名醫咧診斷之後咧，就話阿 Sa， 即係問阿 Sa， 你係咪曾經中過風？解釋部分輕微中風係冇典型外在症狀啊，就會有呢個情況噶啦。阿 Sa 聽後梗係晴天霹靂啦，乜我已經輕微中風啦咩？乜我唔知嘅咧？咁個醫生就話啦，呢個輕微中風啊，冇典型外在症狀噶，即係你中咗風啊都唔知啊，呢個輕微中風啊，你中咗都唔知啊，明唔明？咁我原來阿 Sa 即刻講明啦，原來中咗都唔知嘅，咁樣
咁仲有唔知點會知呢？哦，原來咁嘅，呢啲就係輕微中風，所以就係話啲中醫真係冇外在症狀你唔知，又要問佢係咪中風，咁樣又要問。簡單嚟講，即係佢唔知，你又要問佢知唔知，佢最後答唔知，咁跟住話翻俾佢聽，你唔會知，因為你係輕微中風，所以冇外在症狀，你係唔會知。哦，明白晒啦，中醫唔該晒你喎，咁啊俾錢啦，咁樣，哦，明嘅。最後再簡單啲啦，就話睇中醫，你唔會知，但係問你知唔知，最後佢話翻俾你知。佢答完你就知，原來你係唔會知，所以你嚟睇中醫，因為你唔係中醫。但中醫問你知唔知，原來呢啲就叫做睇中醫。睇完報道我就知，哦。OK， 簡單嚟講，最後阿 sa 知道咗係輕微中風啦，咁就如晴天霹靂。咁咧呢份恐懼啊，讓阿 sa 陷入長達10年嘅自我懷疑啊，即係由33歲知道咗輕微中風，懷疑到啊，自我懷疑到咧10年之後大約43歲啊，唉，真係可憐啊！咁啊，每次登台前啊，咁啊都必須依賴打所謂開聲針，強行開聲啊，開翻呢個聲要演唱啊嘛，要表演俾觀眾睇啊嘛，勉強維持演出水準。再睇落去啦，咁阿 sa 由於聲底完全唔聽使喚啊，哇，甚至乎有時啊完全唔聽使喚嘅喎，即係叫個聲底發音唔聽使喚啊，即係可能冇聲冇音啦。咁再就講啦，有啲唱歌部分要轉交俾好拍檔阿嬌啊，即係一齊演出嘅時候，哇，分多啲俾阿嬌啊。咁阿 sa 咧亦語帶哽咽，哽咽即係想喊啦，咁啊內心充滿愧疚感啊，對於佢個拍檔阿嬌啊，即係話呢幾年嚟啊，好幾次演出結束之後，阿 sa 忍唔住匿埋房嗰度崩潰痛哭啊！即係佢講自己喺個訪問嗰度講啊，崩潰痛哭，哇，好慘啊！我聽到真係戥佢啊，好覺得佢好可憐啊。OK 聽到呢度呢，你都知道我之前都有聽阿 sa 啲歌噶，中意佢哋噶即係 Twins 佢哋噶。OK。而家聽到阿 sa 講翻自己有個10年咁痛苦嘅經歷啊，我明㗎。咁仲要呢，表演完之後匿埋間房嗰度崩潰痛哭，呢種痛苦我明白晒嘅，我明㗎。我搞過 YouTube 搞過好多嘢啊，之前都搞過，都失敗咗啦。而家 YouTube 都開始有啲成功係開心嘅，但係都頭先咪講咗，都會有沮喪嘅時候㗎嚇。OK，咁就好明白佢究竟講緊乜嘢㗎嚇。簡單嚟講，同情佢咯，都有共鳴感㗎。佢嗰啲咩崩潰痛哭呢，聽到人心痛啦，我都心痛啦，我都明白佢講乜嘢啊。OK，咁再睇落去似乎辜負買票進場嘅觀眾啊，我冇有給到一個很好嘅演出。佢咁講啊，其實呢度我升斗我想講呢，中意阿 sa 嘅原因，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真性情嘅女子嚟㗎女仔啦咁佢就好容易表達到自己嘅情感啦，好坦白直接話俾你聽，我而家係咁諗㗎，就好似佢呢句話，我沒有給一個好好嘅演出俾大家，即係話佢聲帶有問題啊嘛，話辜負咗買票嘅觀眾啊。其實佢講真嘅，我一直有留意阿 sa 嗰啲新聞啊，我其實有睇開新聞嘅，知道嘅。只不過近來開妥台啫嘛，大約1年到啫嘛，咁就而家有機會講下我對阿 sa 嘅感覺啫嘛。咁你呢度講到話交咗好多責任俾阿嬌唱呢，你彌補翻你個聲帶失聲啊，或者係有缺陷嘅不足，其實係可以理解嘅。你話你充滿咗愧疚感對於阿嬌啊，咁 OK 嘅，明白晒㗎啦。咁我覺得你哋兩個好朋友唔會介意嘅，阿嬌撐你啊，支持你啊，咁啲粉絲都會支持你㗎，明唔明白啊？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愧疚嘅，咁就快啲醫好自己，咁就得㗎啦。繼續努力，阿嬌同埋啲粉絲支持你。簡單嚟講。再睇翻呢，佢就話呢，曾心灰意冷，想過呢，乾脆想退出歌壇，都係嗰幾句啦，唔需要心灰意冷，唔好退出歌壇，成班支持你，繼續努力啦，阿嬌耶，唔係阿 sa 耶咁啊，兩個都照講啦，阿 sa 阿嬌加油啦 ，OK 一樣嘅啫，其實，Twins 啊，Twins 就係咁解啊 ，OK。好，咁好快鼓勵完 Twins 嘅阿 sa 同阿嬌之後呢，就繼續睇落去。咁阿 sa 其中一樣再提到呢，就4年前曾經參與過綜藝節目啊，《乘風破浪的姐姐3》咁啊，重新享受咗舞台啊，上翻個舞台感受下先咁樣嘅咁啊。雖然阿 sa 目前聲帶未完全康復至巔峰狀態，內心仍然有少許陰影，好少許嘅陰影嚟嘅啫。咁啊，阿 sa 豁達地表示唱破音都 OK 咁啊，起碼仲有聲音，冇錯啦。
啦，就係仲有聲音。哇，咁啊講到個輕微中風咁誇張嘅，我都好似冇晒聲音咁樣嚇。唔緊要啦，總之佢仲有聲音就得啦，咁樣明白晒。咁啊，經過時間沉澱，阿 Sa 近年持續進行聲樂訓練與心態上嘅調整，加上受健身教練男友嘅影響而養成運動習慣好啊，咁所以咧有個男朋友係健身教練真係幾好噶，唔錯噶。OK 咁啊，阿 Sa 咧嘅聲帶咧有明顯好轉，係啦，我啱啱先講完就講啦，佢已經有好轉啦，因為佢呢個男朋友令佢養成個運動習慣，即係話冇呢個男朋友就冇呢個運動習慣，明白晒。咁啊，影響健康人生，梗係要啦，健康人生好緊要啊！今日嘅報道又去到呢度啦，咁就祝阿 Sa 呢個聲帶呢，慢慢連個少少嘅陰影啊，少少嘅影響都好翻晒啦。因為佢大部分都話已經醫好咗好多，近來先講翻而家個聲帶呢去到咩嘅情況，曾經發生咗個咩事啊，帶出咗有呢個10年嘅陰暗期啫，明白晒嘅。咁就本台呢，就祝佢早日康復啦，完全好翻晒，即係成個聲帶完全好翻晒呢，就繼續唱歌俾大家聽。好啦，咁啊祝福佢嘅。好，跟住咧就介紹咧呢個訪問啊，就係睇睇喺 YouTube 嗰度嘅，係啦，就係呢個啦，就係個名叫做胡言斌，係啦，阿 Sa 嗰條片名就係胡言斌胡來酒館第3集啊，舉杯相見飲一杯為阿 Sa 咁樣 OK 噶。咁我星斗咧就好介紹大家睇呢條片啦。呢條片嘅好處就係幽默搞笑，有阿 Sa 嘅專訪，由胡言斌佢嘅好朋友咧就諗咗啲題目問阿 Sa，我覺得好值得睇啊！跟住咧就有一啲遊戲就同阿 Sa 一齊玩，呢一 part 特別過癮，睇到你輕鬆又好笑啊，幾搞笑啦嚇，好好笑咧，因為我笑點好低嘅啫。OK，咁就可能你覺得就係好笑嘅啫，其實好笑都好難得㗎啦。一啲搞笑嘅片咧係好難做㗎嚇，我都好難做到一啲搞笑片嘅，所以我都幾欣賞胡言斌係有一種樂天啊，令你開心嘅特質喺入邊㗎，所以好值得大家去睇。想笑一笑嘅朋友記得入去睇啦。OK。另外條片咧冇冷場啊，好輕鬆啊，又好得意咁，就成個訪問嘅形式咧就好有深度咧，就問到阿 Sa 嘅深入嘅問題，能夠咧令你好快睇到，唔似有啲訪問好悶噶嘛，佢唔係噶嚇，好輕鬆好得意，笑下笑下咁就過咗噶咯喎，好過癮噶喎，睇完大家就知噶啦，記得上去睇呢條片啊！好，咁讚完胡言斌咧，就講下阿 Sa 啦，讚阿 Sa 啦，阿 Sa 咧條片嗰度咧真係又 Q 又過癮，仍然喺我心目中咧，Twins 嘅阿 Sa 同阿嬌仍然係咁靚噶嚇，咁阿 Sa 咧就係今集嘅主角，咁喺呢度咧都讚翻佢嘅一個訪問裏邊咧，佢就講咗頭先嗰啲嘢。另外佢講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同祖兒係好 friend 噶，係好好嘅朋友。正如呢張相啦，我俾咗大家睇啦，係咪覺得佢哋好 friend 咧？咁咧就好重視友誼咯。呢段友誼啊，佢哋嚇睇完咧，你都覺得哇！真摯嘅友誼真係好可貴噶，我就有呢種感覺啦。大家可以去上去呢個訪問感受一下啦。OK，所以第二次講值得上去睇，支持下胡言斌同埋阿 Sa 啦。我冇收廣告費㗎，冇收合作費㗎嚇，我細台嚟嘅啫，明白未？大家咁就證明我呢個介紹係非常之真摯嘅。真摯㗎，唉，真係冇收廣告費，一時咬螺絲，唔緊要，繼續睇落去。原因咧係俾阿 Sa 呢段友誼去感動咗，所以咬下螺絲，明唔明白 ？OK，咁啊有個搞笑位咧，就想講講，就係少少啦。咁就話阿 Sa 咁啊喺個演唱會問翻祖兒，應該係嘉賓，就問佢一樣嘢啊，就係佢其實問佢一問，然之後覺得祖兒上台之前係飲過酒，所以佢就問啦：喂，你係咪飲咗酒啊？阿 Sa 問祖兒啊。跟住咧，祖兒就答啦：我冇醉。嗱，呢度好得意啦，成班跟住咧，即係阿 Sa 同阿嬌就追問翻佢冇醉咪即係飲過咯。呢段咧係幾好笑嘅，阿 Sa 講得幾好笑嘅，大家可以上去睇下，領略下。OK，跟住仲有好多特別嘅提問都好精彩㗎嚇，今集不能盡錄啦。如果錄晒咧，咁你就唔使睇嗰條片啦，我講晒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內容㗎，我覺得好值得睇㗎嚇。咁其中最後一 part 啦，講埋多少少啦，就係話佢哋玩遊戲嗰度幾過癮㗎嚇。咁嗰個遊戲係乜咧？自己睇啦，嗰度係都有驚喜嘅，幾得意嘅。OK，好，連續3次介紹過呢條片咧，大家真係值得去睇啊！我聲帶好少介紹其他台啲片咧，通常介紹1次㗎嘛。睇開我台都知啊，今次介紹咗3次喎，大家去支持下啦。OK，記住我冇合作㗎，同佢合作冇收任何廣告費㗎，因為我係細台，明唔明白？OK。
咁介紹完條片啦，咁最後翻原點就係鼓勵翻阿 Sa，咁啊希望阿 Sa 快啲完全早日康復，唱多啲歌俾大家聽，開多啲演唱會，俾支持佢嘅朋友啦，記得啦，記住充滿自信心，因為成班粉絲都會支持你㗎，你應該明白晒㗎啦，係咪啊？努力加油，醫好個聲帶。最後鼓勵多你一句，唔好諗咁多，最緊要笑呵呵，係咪啊？拜拜，我哋下集再見。